上班有咩好處啊？同其他人啲配偶共處一室啦，算唔算啊？哇！好多個配偶。你去啲酒樓啊、商場啊用下廁所，你都入去消費。上班廁所啊、廁紙啊、洗手液啊、水電 WiFi 等住你寵幸嘅。雖然你自己係牛馬啫，但係你見到其他牛馬咧受苦嘅話咧，你多少都覺得有啲安慰啊，血壓都平穩啲啦，係嘛？睇下你啲上司啊，上有高層嘅壓力，下有你啲牛馬唔聽使，佢啲壓力未必比你少㗎。我就見過有啲領導咧喺個辦公室度擺陣玄學抗壓㗎啦。咁啊係啊，有咩開心得過咧？上班嘅時候睇到啲領導仆街。準點上班咧，仲可以令你整個人滋楞起來，令你保持規律自律嘅生活。係啊，我而家好規律㗎，今日 hea，聽日 hea，日日都 hea，哇！喺規律過打卡。哇！你好自律喎、多謝你啊！仲有啊，同啲清潔阿姨搞好關係嘅話咧，你就會掌握一個職場情報網。你啲領導啊，有啲咩飲疾啊，有啲咩飲食喜好啊，或者幾時肚餓咧，你大概都會掌握個大概㗎啦。大概都會掌握個大概。我知係做咩，有咩用啊？咁你同啲同事講個領導壞話唔開心咩？咁啊係啊！如果你知道領導嘅秘密啊，哇！我都唔敢想像會有啲